望住對面海，唔係香港啊，係中國蛇口。1967年，中國大陸爆發文化大革命，一河之隔嘅香港當然避唔開呢個紅色浪潮啦。6·7暴動亦稱為1967年香港左派暴動。當年紅衛兵、親共團體同人民日報稱之為香港反英抗暴鬥爭，持續咗8個月嘅左派暴動。期間文化大革命高漲嘅極左情緒，發動港共分子顛覆港英政府，加上港英政府冇處理好香港社會上嘅矛盾，而成為6·7暴動嘅導火線。香港嘅親共團體開始尋找機會，以反英抗暴為名發起暴動。除咗顛覆香港政府，更希望藉此趕走國民黨喺香港嘅勢力，使到中共勢力可以獨霸香港天下。以香港工聯會為首嘅左派團體連同左派媒體，藉機會利用呢次工潮喺5月份發起騷亂及文革式鬥爭。香港工聯會領袖及左派團體領袖喺5月份仲成立咗鬥委會。1967年嘅4月，事件起源於新蒲崗大有街香港人造花廠勞資糾紛，廠方同工人談判失敗，工人強行入廠同資方談判。左派工會介入後，事件逐漸升級，警方到場戒備，封鎖附近嘅街道，工人阻止廠方出貨，雙方發生衝突。警方逮捕咗21名嘅工人，被捕人士控以非法集會、恐嚇、毆打嘅罪名。警方強調當日工會人員行為已經超出和平糾察嘅範圍。5月7號，工聯會代表其他支持者上街集會示威，示威者仿效中國大陸文革做法，手持毛主席語錄，高喊共產黨口號，貼大字報標語，生煎黃皮狗，紅燒白皮豬，血債血償，造反有理等。左派工人又阻止出貨，2名出貨工人互相毆打，警方最後要施放催淚彈同木彈驅散示威者，拘捕咗127人。左派工會介入後，事件逐漸升級。政府宣布當晚9點半響東九龍實施宵禁，所有警員取消休假，隨時候命。暴動蔓延到黃大仙東頭徙置區土瓜灣，大批群眾上街聚集，暴徒喺街上放火燒巴士、燒其他車輛，搶劫黃大仙徙置區職員宿舍，縱火闖入政府辦事處同學校，製造事端搗亂。混亂中期間，有一個13歲男童死亡。左派話防暴隊打死佢，警察就話係被群眾嘅石頭掟死嘅，各持己見。最後死因庭裁定死於橫禍。宵禁直至到5月14號先解除，一共有391人被捕，32人受傷。5月15日，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副部長羅貴波召見英國駐華臨時代辦唐納德，遞交外交部抗議聲明。聲明把騷亂事件定性為英國政府勾結美帝國主義反對中國嘅陰謀，指責港英政府利用人造花廠勞資糾紛對中國人民進行迫害。中國外交部聲明要求英國政府接受5大條件：1. 立即接受工人同居民嘅正當要求； 2. 立即停止迫害措施； 3. 釋放所有被捕人士； 4. 懲辦兇手，賠償損失； 5. 保證不再發生類似事件。港英政府拒絕接受。5月15日發表聲明，強調維持秩序，拒絕與左派妥協。呢5大條件喺左派報章廣泛宣傳，成為6·7暴動早期嘅核心訴求。呢啲條件未獲實現，反而令左派運動逐漸失去民心。加上港府強硬態度，大部分市民對左派暴力行動反感害怕。例如縱火，加上同胞勿近嘅炸彈啦，即係當時嘅土製菠蘿。中央限制左派過度激動，周恩來指示不衝不進不襲。6·7暴動造成香港經濟嚴重損失。港九部分地區曾經實施宵禁，市民夜生活消費減少，暴力程度卻不斷升級，影響民生。鬥委會喺7月份造成多名無辜市民喪生，炸彈浪潮，恐怖主義，可怕氣氛籠罩整個香港。有工會仲組成炸彈戰鬥隊，炸彈放置喺車站、碼頭、市場、銀行、學校、遊樂場、民生設施，仲有爆炸品喺路邊、
大廈高處掟落嚟，市民上班返學都有不安嘅感覺，整個社會只有恐慌，到處炸彈，冇安全嘅地方，市民開始將鬥委會當成敵人，不再支持左派，而導致到香港出現二戰後嘅第一波移民潮。當時香港房地產市場造成價格大幅下挫，呢個時候眼光獨到嘅商人就能夠趁低吸納，創立地產王國。李嘉誠、郭德勝、李兆基、鄭裕彤就係呢個時候投資嘅累積，變成咗香港地產界四大天王。呢件事表明危機往往係轉機，只要正確嘅投資策略眼光，逆境中創造機會。人生充滿咗挑戰同埋不確定性，只要我哋保持積極心態，勇敢面對困難，絕處逢生，明天會更好。呢個信念係可以支持我哋度過最困難嘅時期。喜歡呢條片請訂閱、點讚、留言、分享出去。當時我自己經歷嘅進行呢個拘捕嘅環境咧，我唔覺得警察有隨便拉人，喺混亂之中拉錯人咧就會。